行转爱走。有一条路嘅漫漫路，要从头开始，慢慢后上。挨到北门来上，研究安基，系一条路嘅将来嘅共同体。闽农文化深度大，要加必向上来老人家，坐等一笔讲客大嘴鼓嘅人，怎受转身风开放，热食起好味法官，水莲面包香香入药。然系受文化不平，做来是一条吐司，治疗每种人客嘅心事，配受落地生活嘅习惯头。美浓旧称弥农，200年前，屏东离港的客家人渡过老农溪，来到美浓建立了弥农庄。永安路是美浓的开庄第一街，也是早期美浓人的商业文化中心。老街上有着日式风格的建筑，70年的老诊所在时空转变下散发出浓浓的家乡味儿。来到这里，你已经闻不到药水味，先闻到的是面包香。当蔬菜水莲遇见吐司，会擦出什么火花？或是米饭与吐司相融合，又会是什么好滋味？它用的食材都是我们美浓在地，就是我们这边的纳马夏啦，我们美浓啊，对啊，这附近的小农的产品蛮多的，吐司很扎实，对，就觉得吃起来身体是舒服的。台面上各式各样类别的吐司和面包，光是看就让人垂涎欲滴。而这些吐司的创作者是一对移居来美浓客庄的烘焙夫妻。我们是纯鲜奶的，没有加半滴水的，就是用北海道鲜奶。他是面包堂主李英杰，来自小琉球。好吃好吃，这时候正好吃。他是副堂主蔡妙清，是一位蛋糕师傅。米的面包是我们最大宗的，就是我们一天要使用很多的米来做面包。那这样的米是比较软糯香 Q 的，然后它有很特殊的一个香气在，然后我们做面包它就比较 Q， 然后保湿性也比较好，所以很多客人是特地为这个面包来。从早上10点半开始，店内的面包吐司不停出炉，客人也陆续上门。这些熟客都成了像街坊邻居的好朋友。还有米的蛋糕都可以尝尝看。对，平日的话，大概就是本地客是7，然后外地客是3成。那假日刚好相反，可能就是7:3。是外地客，然后本地客是3，也有可能会高达9，是游客。李英杰与蔡妙清原本是高雄知名面包店的资深面包师与蛋糕师，年轻恋爱时喜欢来美浓旅行，也因此爱上了美浓，决定移居。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市区，我刚好前一个工作结束以后，我先说，不然换个环境。然后我说换个环境要换哪里？他说换去美浓啊。我说你有没有说错？他说没有，我没有说错。他说要去美浓。他说反正他的下一句说不管，早也要搬，晚也要搬，就这样。我说啊，早也要搬，晚也要搬，这么励志啊，心智这么绝。我就想，好啊，那我就叫。这一搬让蔡妙清后悔了。一个外地人初到客庄，人生地不熟，根本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不开心，因为一搬来的时候，那个生活的 tempo 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只要到大概6点多，这边所有的很多活动就停了。然后那时候我只有带一个孩子在身边，其实我会怕。因为怕生，蔡妙清刚来的第1年不敢跟当地人互动，直到他体会到美浓客庄的好客，才让他封闭的心再打开来。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这里人的热情，然后还有这里人一个共享的态度。
对，然后就是，而且他们对一个生活的豁达态度也感染了我，那种渲染力很强。我就发现到，哦，原来这里跟我在以往在市区的生活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必须要走出来。心一开，路好像就顺了，没有想到迎面而来的是更大的冲击。里面还有多少箱的蛋？一箱多啊，对，好长期哦。还一箱多嘞。李英杰国小毕业就在面包工厂学做面包，好手艺让他成为公司的主要干部。但5年前公司营运不善倒闭，李英杰和蔡妙清意识到中年失业的危机，于是决定到美浓重新再起。我就想说，好，那你做面包要做什么？总要有一个想法嘛，而不是说做面包就是全什么都，你一定要有一个想法跟思维，一定要有一个系统来做。那我现在就说好，那想一下，就说做吐司。好，那我们接下来做吐司，你要用什么食材？然后要如何去设计那个外观？我相信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我先生就开始去翻转他以往做面包的状态。哎，胡大哥，哎，好，英姐，在这边采番茄啊？对啊，今年的番茄的品质还可以吗？品质 OK 啦，因为已经这么多年经验了哈。对，只要植株不易变的话，品质都 OK 了。美浓的好山好水孕育了许多农特产品。每年12月到隔年3月，正是陈蜜香番茄盛产季节。陈蜜香番茄有着小巧黄橙的外观，吃起来酸甜又回甘的口感，是近来美浓力推的农产。因为我们已经搬来这边住了，要融入在地的生活，我们就会想说去看看，因为我们要给消费者吃的安心，这是每个做这个厨师或是做这个烘焙的人的一个想法，说一定要到这个产地去看看。为了做美浓在地的吐司面包，李英杰跑了美浓各地，找寻当地食材，南瓜、水莲、陈蜜香小番茄，每一样农产都亲自询问。阳光的关系哈，像这种颜色基本上是 OK 的，这大概有6-7成以上，所以这种决定你番茄好不好吃，一半在于老天爷，一半在于个人。傅志刚种陈蜜香番茄有6年了。以前的他是家汽车保养厂的老板，但为了照顾父母，决定关掉工厂，回家务农。我自己的要求是说，不管天气的变化如何，所采的蔬果上市的时候，我就去检验，就是 ND 无残留，这是我的要求了。前几天的雨之后就会产生有像黑点的。黑点的话，小番茄在下雨天后会产生黑点或是裂果情形，虽然还能食用，但为了注重品质，农民往往会选择淘汰。这个让李英杰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所以他们也有跟我们说，他们的番茄遇到夏天比较多的话，他们会有那个裂果的问题。我们想说，好吧，那我们来试看看，说把番茄变成果酱，或是用在我们的本叶烘焙里面来做看看能做出什么样的产品。这个就是下雨天产生的黑点。这个黑点就放太多天的话会扩散。好像这就不要了，就不行，也就发霉就不要了。像你们说这样说有裂果的话，会在那个果园里面差不多占几成？以今年来讲的话，不到1成，因为一年的经验嘛。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多少钱跟我买，那站在农民然后当然就很高兴的去跟他去配合1年之后，第2年就说，其实这是我们不要的东西，就交朋友，因为你卖也没有多少钱，干脆就我直接送他。可是相对的，他
我的感觉是，他反而送我吃的面包更高于那个番茄的价钱，啊，这就是大家变成朋友。两夫妻就靠着脚力在美浓东奔西跑，结交了许多好朋友，也找到了许多优质的面包原料。美浓也是水莲最大的产地，这个全株都是宝的经济作物，除了常见于客家料理外，还可以有不同的变化。用水莲露面包，这本地产的啊，本地的另外一个主要作物，这个又俗称这边叫绿金，它其实一年的产值蛮大的，而且它没有受到那个台风季节的影响，所以当然这样的食材我们在选择上就比较不用担心会断货啊。面团上抹上调味料，再加入新鲜的水莲铺在面包上。这一款水莲面包是店内的招牌，因为水莲它里面都是水分嘛，所以其实你烤它很容易干，所以你要先用油下去包覆它，它才不会水分失太多，吃起来那个脆度就会因为经过油的包覆会比较好，对，色泽也会比较好。出炉后的水莲面包铺满了水莲，搭配润泽松软的面包体，水莲的脆感与湿度都恰到好处，吃起来咸香够味儿。这是一款素食者也可以吃的咸面包。另外，店内也使用客委会委托工研院研发的水莲粉，做成野莲吐司，搭配着 cheese， 一样大受欢迎。像美浓这么好山好水的地方，它确实是需要一个人为的维护，它才能保持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对，所以我真的可以很确认的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面包里面有没有存在这样的精神？我相信是有的，因为这是很多人汇集起来的一个应景的精神在里面。清晨天还没亮，李英杰就开始揉面团，这是他一天工作的开始。这是我们的招牌，所以我现在倒饭，倒那个外面大部分都是用米谷粉，那我们都是用米饭。那个饭我们因为它打起来会比较黏，所以我们这块米吐司，我们研发了将近半年以上的时间，才会研发出它正常它的比例啦。有别于一般面团的 Q 弹饱满，米吐司的面团就像是一个麻糬。它是也有 Q 度，可是它米饭它会很黏呐。我判断它好的黏的，不是说像其他的吐司是要拿起来看它的筋度，然后它的扩展性啊怎样。因为它这一支它太跟像它的面团就像麻糬一样很黏，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加什么东西。对。李英杰原本与蔡妙清只是在家里经营面包工作室，后来参与高雄市客委会古秀飞主委推动的高雄市客家文创人才留美培力实施计划，他们花了近千万，把永安老街上荒废70年的日式旧诊所大整修，让老屋重新开张。所以也有人跟我说，真的要颁一个最佳勇气奖给你，就说你怎么会想要花这么多钱来做这样的事？可是因为我们参与了那个计划，那个我们前面的那个主委就讲一句话说，他是疯子，或许后面会有傻子，那我们就是那个跟在后面的傻子。没落的老街并没有打倒两父亲的决心，他们决定把面包店开在这里。一开始还被当地人嘲笑。刚开始开店的时候，就有的人就说这家店面包卖那么贵，他在等时间了。
然后呢，还有的人说我们不成气候，就说什么营运怎么做老街，你老街一点都不像老街。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在我跟我先生心里就萌发了一个想法，那就更要做。既然都没有这么多人看好，我们更要做。面包夫妻从食出发，他们靠着手艺协助在地小农，也提供基地，关怀弱势。蔡妙清形容这几年在老街做的事，就像好几扇门在催促着他打开。我很坦白讲，就是我起先也没有想到这个，然后我只是因为不小心踩了这个计划。那我发现到，其实我的人生也很妙，就是说，它好像是一扇一扇门，那这个计划就是推着我去做。那我做完了这个计划，好像又有一扇门让我去打开。那我又把它开启了以后，又是我开启另外一个人生的开始，好像就是不断的有人在背后一直推着我往前做这样子。当老街遇见手做面包，蹦出了新火花，它照亮了永安老街，也让老屋再次走入你我生活，继续诉说下一段的人生故事。行進藝造。有一條路嘅漫漫路，要從頭開始慢慢走上。捱到北門來上，研究案件，係一條路嘅將來嘅共同體。閩農文化新時代，要家必向上來老人家，草等一筆講客大嘴鼓嘅人。怎受轉身風開放，熱色似好米發官，水蓮麵包香香熱表，然係受文化不平，做來是一條吐司，治療每種人客嘅心事，配受落地生發嘅心肝頭。穿梭在老街巷弄的客家建筑，代表着过去永安老街的兴起。永安是早期客家先民给这一条街的最好诠释，代表着永久安居。世代在此的美浓人建设了安居的家园。随着时代的起落，人口的外移，老街渐渐走向没落。真正美浓这个老街的话，原则上是等于说我们的商业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各个聚落部落那村庄一样，所有的它的那个日用品、日常生活里面的什么，包括扇面的啦，包括门被啦，包括板条啦，包括什么那个五金啦，什么什么，可以说整条街里面应有尽有。谢国耀的蓝山店在永安老街上已经超过3/4个世纪，也是永安老街上唯存的一家蓝山店。在第一代国宝级大师谢景来逝世后，谢国耀与妻子钟凤娇接下老店，继续传承客家服饰手艺。带动人潮吗？最主要我们要有人潮，才有办法去谋生啦。你没有人潮要怎么谋生，对不对？老街需要再注入新的气息，已是美浓当地人的期盼。这几年，政府相关单位积极鼓励青年返乡，许多年轻人的文创小店也纷纷进驻，在老房子里发挥新的创意。
老旧与新创的激荡，也为永安老街提升了文学与艺术的创作美感。美浓文创中心坐落于美浓最中心的永安老街。2015年时，将拥有80几年历史的美浓警察局改建而成的，现在由薛伯辉基金会来接手营运。我觉得在美浓这边，其实原来就已经非常多的人在推动很多的艺术，在文化的底层上努力的耕种。但是在美浓有一件事，我觉得是我可以做的，也是借着基金会的力量可以去做它的，那就是说，把在美浓比较难得到的一些艺术的一些文创品可以引进来。你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展出的草间弥生、奈良美智、村上隆、Cars 等等，所以我们在美浓就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希望借着一步一脚印，虽然艰辛，但是我们努力让这些东西可以让学校的孩子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很简单的，只要让他看到就好。我很喜欢这一本陪他们走一段回家的路，朱永强写的这一本书。中菜英珠是美浓客家媳妇，为了推广家乡，她以文创中心作为基地，设立了南部的办公室。打开艺文空间，你会发现许多国际知名文学艺术大师的作品，书架上排满了本本好书，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独立书店。你可以随意选本好书，进入书中的幻想世界。当然，在美浓这个地方，你要买书就会要到城市去嘛，所以我们觉得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在这里阅读。所以我们的书，新书也一样，你都是可以打开就读的。那如果你阅读之后你觉得喜欢，你就可以买回家。在文创中心，不只有艺术书本的陪伴，你可以来上一杯好咖啡，并欣赏原生艺术创作。因为这只手比较诡异一点，我这只画的是天使跟恶魔。他是王威宏，是最近咖啡店的新进伙伴。威宏有着和一般人不同的过去。从小他就被检验出患有自闭症，精神不容易专注，但他非常喜欢画画。我的梦想是当那个咖啡师，因为我在这边画画，然后如果觉得无聊，就是在这边有乐趣就可以泡咖啡什么的。在咖啡香与宁静的氛围中，威宏巧笔上手，画了一幅又一幅的创作。现在的他已经有700张的作品，而且每一张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威宏，说说看，这是什么主题？就是天使结合恶魔之手。然后恶魔的手比较复杂诡异。威宏长期要吃神经内科的药，他才能集中精神做一件事，他才能够不躁动。但是他来薛伯辉基金会之后，药就不用吃了，健康的很，快乐的很。因为什么呢？因为适性发展，适性学习，然后随他的兴趣创作，所以他真的是活出他自己的特色来。叶世元从事特殊教育21年了，他在学校时就是威宏在原生艺术创作的指导老师。在威宏学校毕业后，积极陪伴他找寻理想的工作环境。
要非常准时的来到摇篮咖啡，然后按照时间下班，然后服装都要跟着制服在走。你今天有挂胸牌吗？有挂胸牌，对。所以我们到来这里来，第一件事情，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美浓这么宁静的这个小城市，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美浓老街，然后我们在这里推动融合的社会。就是在薛伯辉基金会完成了在台南的早疗融合教育中心之后，我们希望在这里，因为那是一个学前的教育，我们希望在这里是让特别的孩子在经过了高中甚至大学毕业，他们要走入社会这个阶段，能够有一个特别培育的这样的一个摇篮。浇这棵树，除了给它洗澡以外，你每一块地都要把它浇死，好不好？好，来开始，来，好，拉过去哦，我要帮你推回来。怎么让这个孩子的本质、天分、禀赋发展到最好？然后我们把他愿意做、能够做得比较好的事情，把它挑出来，而且他做得来，当然是要学习。你知道魏红，这棵树这个树头，原来已经都被裁到这里，你有看到这里吗？这里裁得平平的，它已经都没有树叶，这个是后来长出来的哦。后来呢，你来了之后，你又一直给它浇水，所以它现在活得这么好。所以你觉得可以放弃吗？不要放弃，对不对？不可以放弃，因为生命不管在哪里的生命，都要尊重它，而且要爱它，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培育的第一个原生艺术青年。那现在我们好喜欢他，因为他帮我们做很多事，那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因为我们一起成长。那这一件事情对薛伯辉基金会来讲是重要的事情。我们都要做一个能够长久、持续、认真做一件事的人，对不对？你一直画画，每天画，画1天2天没什么了不起，画1个月、2个月就很了不起，画1年、2年，然后10年、20年就很厉害了。以后你变成大家都知道的画家，那你记得执行长吗？那记得，一定记得，对不对？记得摇篮咖啡，也记得摇篮咖啡。有一天，我把摇篮咖啡让你当店长。你好，你阿片用那个咖啡哦，感谢。我讲什么呢？有小公好吧呢？要说谢谢啊，感谢。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尤其子女工作忙，鲜少能和父母一同出游。为了鼓励长辈多走出门，中菜英珠有了一个新点子。他把咖啡做陪伴的引子，让孩子陪长辈来这里喝饮料免费。在美浓这个地方的长辈，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是非常节俭、非常认真，在下田工作，然后存钱给孩子念书，让孩子长大。对他们来讲，到一个摇篮咖啡来，对他们是一种享受。也许他认为这是花钱的。可是儿女多么期待可以陪伴着父母出来，让长辈在这里有一个欢乐的时光，所以陪伴力量大。谢谢咖啡哦，好喝，对不对？好喝。黑芝麻、白芝麻、鲜奶，营养多，所以很营养。我觉得带父母亲来这里是子女的一份心，更过于那个。就是那种喝咖啡的价钱，就说那种陪伴不是用
金钱可以衡量的。而且呢，走进来这里，你就会觉得会放慢自己的生活步调，然后来在这里，可能平常很少跟父母亲聊天的，也会因为这样的举动，可以跟他们聊聊比较心里的话。校长妈妈，我们那边一棵香蕉树吗？你说你要帮我弄，你知道它好像已经长大了，不是已经成熟了，成熟了。微红天天浇水的橡胶树结了果实，永安老街的居民都可以来分享这份喜悦。高兴又很好吃，很天然，很天然。对，我们就是让它自然长大，所以我们也没有施肥。曾经没落的永安老街，在许多移居人口的相互扶持下，用行动让这里的老房子有了新意。老街要永续，真的要很多现在的店面愿意开放心胸，要出租出来，不然的话，很多年轻人想回来投这个留美计划，却碍于没办法租到店面而作罢。希望很多在永安老街居住的居民可以给年轻人多一点机会，给他们机会就等于给家乡机会，然后给家乡机会就给未来的孩子下一代机会。一杯咖啡有着满满的能量，在爱与关怀下，美浓最古味的老街更加温暖，也为昔日的迷农客家开园第一庄注入更多元丰富的色彩。